COVID-19 疫情冲击，真侪人唔敢到病院看医生。根据高雄荣总台南分院骨科主任陈建宏表示，其中就有一位88岁阿伯，因为无小心跌倒，家属也准讲只是酸痛，倒眠床休困。想要到出现的串电镜头愈来愈严重，经上病院才证实是髋部骨折，加上肺炎等并发症，遗憾离开世间。那髋部骨折为什么那么严重？因为它不像我们其他四肢的骨折，可以做一些简单的固定，甚至打石膏啊，不开刀等它愈合，只是后续会有慢性疼痛的问题。髋部骨折最常见到的问题是，它会面对到要卧床。什么叫卧床？病患要躺在床上，完全没有办法动。这时候躺一躺会出现像我们个案里面的高龄长者躺床，造成痰不好咳，会造成进一步的肺炎；小便不好解，会造成泌尿道感染；躺太久会压出褥疮。因为这3个感染造成后续败血症，而最后造成了离开，让家属其实蛮难过的。为了避免类似危害再次发生，特别是老大人有骨质疏松、筋膜减少等衰弱，就亲像骨头壁刀已经拍破，根本袂堪你跋倒。医生提醒，莫无爽快就食止痛的，有问题也是要尽速就医，避免错过黄金治疗时间。髋部骨折典型就是会面对到卧床，就算你吃药，病患在翻身还是几乎没办法翻，包括他抬脚都有很明显的有困难，包括走路更别提了。所以一个高龄长者如果面对到跌倒，造成后续连走路都有困难，这时候要做的不是躺床休息，而是要尽早送医。就算是在疫情期间，我们还是尽量呼吁大家，在高龄长者面对到骨质流失、疏松、肌少、肌肉减少，以及慢慢有的所谓的衰弱，这当中要尽早就医，而避免错失了所谓的黄金时间，延误了最重要的治疗。医生指出，老大人平时也是要加强大腿筋膜训练，减少跌倒以后的风险。当然，若无小心跌倒，一定要让医生顺看看。以目前的医疗、复健，拢会当有真好的复原。今日新闻，阮及采访报道。